上树宽，后上太上宫，要发大家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又到了你老后生人大追古嘅时节咯。唔知大家有听过一个名字，叫做卢啥么？所以讲 loser 大胆神的意思哈。不过咧，那个脱离单身，你就叫做脱卢。那个时代后生人用办来认识自家想要交往嘅对象咧，今日你有请到6个后生人老大家共下来分享佢哋嘅脱卢技巧，众人嚟分享。首先，老大家小几度係子怡。大家好，我是青迪脱卢技巧嘅子怡。哎呦，听说东东赢了9年，你懂做出挑的。激动喜忧啦！爱青按最做嘅就係阿小佛，因為佢嘅合作比我還厲害哦。哎呦，等下大家共下來分享用辦脱卢吼。第二啥，大家小幾度係李家。大家好，我係想一個動歌嘅師奶朋友嘅李家哥。譬如講呢，阿小佛嗎？哎，我180呢。我係昆明一下。你想游泳嘅，游泳嘅唔好啦。即180可能係體重冇個講嘅。第三個老大家小嘅係應徵。大家好，我係上海嘉本德貴人嘅應徵。你愛嘉本愛用嘅，希望從德貴人。慢慢地啦。你嘅應徵黑成有機會。蹦蹦張蹦嚟到啦。第四個老大家小嘅都係白鴿。大家好，我是仲白跳。我敢講哦，假使我脫離單身哦，提這個步驟一定要長得很帥。好，謝謝。第五個老大小嘅都係黃小虎。大家好，我係對唔曉好多錢啊，做得專門教人用嘅脱卢嘅小伙。可唔可以就本人教過？冇你講。所以你嚟小幾度係一賢。啊，大家好，我哦，正經係踩是露出一幕露面嘅機器。哎呦，變咗出嚟。唔過多啲片我喺老太家講嘅好消息，根本有嘅好事情發生。哦，係啊，乜嘢結婚係哦？藝美唔啲，起碼係結婚。唔過家下有人講到佢露出一身露面，嘅上人總算脱出呢個露膜嘅好，真係。因為那個時間表跳到跟目鏡秀起來。我想講，脱卢嘅啊，就喺他演到，煥然一新，有冇？還有演到哦。細細嚟聽聽。我還炸電好呀。從呢兩下很人到嗬，不過咧啱問熱現啊，因為呢下子呢一步嘅講正經來脱路嘛，脱路之前你想嘅理想嘅對象，讓你正經脱路。吳小姐啦，嗬。正經獨到嘅啦，冇唔係咩好哎呦，冇啦。有乜嘅政策？我知道，因為我蠻搞金錢啊，一種理想型，就是他中意阿姊，也有姐控。會傾啊！會傾啫！你做共腦哦！今天怎麼會沒有來呢？按到真實嘅，按到這樣係哦，冇這衫係姐姐。跟住係，又係露妹。因為差唔多就之後嗰種阿姊啊，他上手，還有那種咪哩，係啦。不過都係後尾脱路嘅時間發現講，其實咩唔係阿姊呢？就讓我係共用嘅年紀，不過佢係因為有阿姊嘅這種成熟的內心啦。不過唔知係討那個熟睡嘅對象。應該做得係講。唔講大家做嚟參考下，笨蛋上嘅理想嘅對象，一定要叻嘅方向。唔講真經去交往嘅時，嘗試要挑戰一下，咁有可能遇到人真經上嘅對象嘅，你家來分享下，咩按呢？有調整過嗎？真嘅唔好困愛安用動槍動到男朋友過後，係啊，真係懂到。這麼有魅力啊！懂有魅力，我可能有魅力。我其實loser 有6年嘅10年。幾成人想講啊，希望啊。跟咩 loser queen 呢？咩懂厲害？其實嘅對象係想講啊，希望能我一般做啲動歌唔掂啊，不錯經驗嚟拍攝。即係上方嗰個白camp 做得，做係就唔做得啦，冇啊，其實做得啦。我就當上喺動歌嘅細奶朋友嗬，因為佢檢調我做得一樣衰到幾啊，拍攝你算到係檢調，你知道啲人練調點點。你檢查。本身我想喺對象就非常嘅個希望愛用啦，唔過
硬老手有嘅細妹嚟講，吼，切對唔好愛用勁講，為嘛？因為愛用勁講，哎呀，誰來懂這啊？哎呀，誰來懂愛啊？真嘅就懂這種愛，我自己搞嘅吼，一搞也愛，真嘅。我說你一個不如一個。我說我喺樓梯下講吼，愛好好輕鬆手有嘅誰來？還講初戀最美。真緊啊，真緊哦！我媽媽是愛用啊，媽媽其中一個夢想是講哦，你要交那種180、190的男朋友，結果咧，我爸爸號稱160。你這樣講有點重咧，都見過喺神偷師傅嗰個男朋友。游泳比都號稱160。哎，前面爆料大會，你說。不是大家富雄小男來小男見，唔過真見哦，呢家咧讀到顯示波就安尼吼，嘅認真咧，頭擺咧見夢想加油講到想要加本萬元。加本得貴年，唔講我愛講哦，從呢家安尼吼，佢希望較高嘅，因為冇辦法來準備啊，除非伊起碼嘅高的那個高國人，哪有高國人？我怪假啦。古時候就看啦，我希望吼，加本一個得貴年，我真嘅要做一準備，我要去學習德文，然後按嚟嚟喊中一個得貴嘅貴。哎呦，聽到人家自信黑幕啦，哎呦，咩用法嘅啦？那喊動認真啲咧學習德文啊，吼，我嘅。有冇講？一開始認真，我是認真。第二你是，哎，好多唔係一號啦，鼓手。鼓手講搞唔到，我們都聽不懂。一股開始，係繼續嚟練習啊，鼓手係要做準備嘅。我有問過，因為你嘅老年被拍啊，我知道行100張嚟學嘅。見啦，講咗2件什麼咧？你從點就係壓下嘅男朋友，祖宗18代攤開來。都沒有德國人，就講我愛用夠沒搞冇都沒，血統都沒有，還兄弟沒關係，混血兒沒中的。阿泰講嘅派可能要就按你強主公土來吃肥豬油啦。佢係東山忙嘅，係為到兩個想要搞到德國男朋友，係走到德國去實地考察。真冇啦，我就係學習一個語言，係要我從細嘅時節啊，就要觀察學佢哋嘅生活環境啦、藝術文化啦，因為我自家係學表演啊，喜歡藝術。真言講，按你嘅理想哈，老天師，小可有時節要妥協一下，我互相參詳一下，阿小鳳來分享一下，人理想嘅對象係標準係乜嘢？從剛開始講嘅，你考乜嘢？啊，姐姐也就係一開始哈，忙對社會忙了解。從有經驗嘅時嚟，一定會看乜嘢？我看什麼人嘅童子棍。看兩片。童子棍。有冇？哎呀，就有童子棍。哦，昨天講水。你平常做咩講？用嘅舌條啦。因為基本上嘅韓州的，基本上童子棍好看咧，嗬，嘅比例唔會太差。像我不用童子棍就凍漿，如果我少看一點啦，嗰陣時啲傳統嗬，大家就坐定食飯。古時候我不用打 KO 嘅時間喺坐定咧，佢問起空氣落我就搶用。叫我真發現到我不用爭，差我要差唔多30公分啊。老矮差唔多，老矮所以冇身高差呢，比人較高，你比人較高一些咧。怎麼樣？所以夢想高差啲。我不用差有30公分啦。我推風咩推唔得啦？推唔得咧，就剛好睡到這邊嘛。我以為佢看到兩個同事過來，就感覺哦，愛用非常的講。其實看童子棍嘅套路係冇用嘅。係啊，係真嘅，肯係看其他嘅條件。咁我咧講到啲看腳骨，看腳骨，唔好講到啲片啊。所以問題是係係，你下大家就要脫離過嘅經驗，特別忙脫離金錢，係單身哥單身妹，係大家就過年過節嘛，計嘛2月14啦，3月14啦，然後 Q 啦又嘛7月7啦，又嘛個亞灘節，又嘛個過年過節。7月半。哦，唔係因為過7月半，攞嚟講。唔係過7月半咧，單身嘅時間，佢上個都過兩條節嘅，唔用解釋意見。哦，係哦，你這種事即單身時唔可以特別個人用嘅啫啦，你唔可行出去都本人放散啲喎。你想話啊，幾個當長年係啊，做乜解行我一樣出門嚟做？幾日要高地公去高節時就唔可以出門啦。真勁啊！就留地方下，機械啊，拖路嘅時候機箱攞一個撈米啊！我啦，後來做交往過後，做張偉要充經驗嘅啦，誒做去抽啲女朋友落去。哪一天？機械也還有
有搞忘，规张面都变亮亮的感觉。多啲嘅，一下唔是咁放生，而讓本人放生哦。哎，好哎，他加油掉誒，啊，生意掉，幾年間節假咧？哎，幾時節誕生嘅時間，喺無講嘛嘅嘢，唔過自己喺 po 文，祝自己單棍節快樂。哎呦，勁叫哎呦，這其實是交友文，自己喺傾告訴大家說我單身快來來約，就會按用愛男生，哎呀，哎，電話在這裡按用。不過交往嘅過後，係咪過兩個節目？其實我呀，因為愛同佢高職嘅嘛，唔過大家都點解喺演戲裡戀愛嘛，嗬，嗰時候其實高職嘅其實行卡比手拿嗬，都係攞那個手機談戀愛啦，哎呀，咁我媽喺感覺啊，嗰時候唔會知道當故事嘛，你生意。你杭州定係自家當堅強啦，移動私有嘅人，動私有嘅人，係我講到第一片啊，講到第一片，你想下呢觀眾朋友們想下，用版來脫路，頭版有冇該脫路嘅機構？韓國唔多啲下行喺大膽嘅，到底係味道嘛？該嚟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了。阮是喺職場嘅環境，係職場嘅環境，基本上吼係菜葉，唔係花葉。乜嘅意思？意思就係你閃閃就有男朋友咧，鼓手咧，係啊，你看，就算我有講嘅花嘅啦，馬上就講你雜講係其他有個動法誒，你上班就係看菜啊？純咧起碼梗係點啊？純咧係較尷尬嘅方式，我就冇中意嘅方式，我就要多拍唔是嘅方式。歡迎大家都轉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你上一段節目哈，有請大家講下，自家做嘛會按路，做嘛該多了下，了下上脫路哈，唔過等下就請大家來聽下來看一下。做唔得離開單身嘅原因，哈，因為名女行有太弱嘅，有列出嚟5項，大家來分享下。第一係唔敢主動，第二無自信，第三對愛情向理想，第四爛頭髮向多，最尾係一時嘅衫就本人起錯唔吃。來先看一個。唔敢主動，係代表人就按你嘅意見。係，就係捱啦。其實就係每次我講看到嘅中醫嘅細妹啊，咪冇經驗嘅，就唔敢去主動去表達，啊就去默默嘅暗戀佢啊，啊對暗戀過後就真正變朋友嘅唔朋友嘅啊。啊就唔敢主動出來用。有相無膽。有相無膽，也嘅就係，啊再來就係冇痴心。冇痴心，咪嗌家咪講嗌中意阿姊，中意姐姐啊。睇姐姐唔係有男朋友咧，啊就係有露啊唔係，就係有露台啦，係啊，就露台。我說阿婆啊，看佢下痕啊，哦係啊，咩啊？啊就係講就看佢按樣型嗬，就唔敢去跟他有太多的接觸啦。人家都有男朋友，跟冇痴心，至少要係福家有驚誒。啊，冇有驚嘅，所以當要痴子之面。哦，係啦，唔講係最看講一下嘅阿姊嘅男朋友係上乜嘅用嘅，啱係未來沒想會變到佢按樣用嘅，可能就會對到阿姊。可能他有留鬍子。係，互相係這樣留鬍子。沒有護胸毛。係啊，自己唔講講呢個意見啊，講一下嘅姐弟戀，係看偶像劇嘅期間會知道，誒。好像可以咧，對不對？就是因為翻相啊，係喺而家平常時嘅偶像劇看聽到。誒咩唔係咧，係啦。咁啊講到呢個冇自信，白劇唔知道冇自信嘅人，正經腳嘅多麼？你感覺冇自信嘅人哦，正經冇辦法相應咧，因為就是自信吼等於魅力。你感覺對誰冇一個講吼，就算兩人吼上到。就是還可以，咩講動姐，咩動人到，不過吼，兩個人吼動雌性吼，誰冇應該是會講講，這個人是值得依賴的，因為有小看凶蛇座的款台啊，係冇？對，譬如講愛。好，謝謝，好。大家來喺面前呢三個細阿妹來分享下自家嘅身邊嘅細奶有像安尼壓抑起安尼唔敢主動嘅細奶人家冇有冇？有愛順風真年輕到嘅細奶朋友就會唔敢主動，因為呢雖然一下你嘅推崇過會先貼平啲嘛，唔過呢青島嘅細妹係佢感覺佢排泄唔敢主動，嗰個青島細奶似咁咩膽小鬼，膽小鬼，好良心講清楚。係，佢中意嘅細妹後來就變成人家嘅細妹朋友咧，朋友咧，佢兩三就變成閨蜜咧，係嘛？哎呦，佢機會就算一下啲機會都好，喜歡都好，咩冇辦法咧。我唔錯。嘅理解呢，
爱吃到啊，大家都讲的错，唔讲无自信的时候，像家爸强讲的非常好。自信就代表自己的魅力嘛。像家有个朋友吼，佢真係 loser 25年，佢有董主通就讲做啲人嚟搞幫啊，唔過係做嘅方法可能唔錯咧，嗰種用注通了，咁樣唔掂，就要懂到嘅好人卡，嘿，嗰種咧要按到嘅好人卡去開始某事情咧，多一下銀行會懂好啊，就接送個有沒有最新的新嘅對象啊？如果別人愛我啊，冇人愛我啊，冇相關啊，就愛就冇自信，自暴自棄了，完全就冇人做啲樓去強下嘅啦。古時就倒霉就對自家表現自家嘅感覺，安尼真勁動。唔過講到咧好人卡吼，我相信嘅阿賢。笑到嘴多，你卡圖做啲開博物館，應該做啲開嘅圖書館嚟啦。乜嘅圖書館？好人卡圖書館。嘅書本係要編號哦，因為全條都本。一年會編成一冊。你看哪，那下好的那下開始哦，終於有收到一張，你真的好棒卡，哎呦，好真相啊！給白看。看到了會了5屆，你取得用版，嘿嘿。其實吼，大家全冇講到吼，你看到了5個選項，用會就你冇想到吼，怎麼會沒有外表不及格了選項嘞？有啊，就很易啊。我外表你喜歡哪個啊？100分都不夠哦。給滿分應該1000分啊，所以沒有選項。開玩笑。今天我講一下，對愛情哦，從理想啊，了真正做唔得哦。你看哦，就算係男神到女神哦，窮下吼，咪冇聽錯會幸福哦。因為記得吼，對佢自家吼，佢感覺哦，愛條件動好吼，所以佢時候吼，對個對方哦，他的標準哦會動高。你啲個小事情哦，是會講怎麼跟一開始不一樣？因為偏愛咧，所以我就想說，就算，你僅僅簽到了你理想當中吼100%嘅對象，對方也不一定會喜歡你。如果講到咧，你聽到人講嘅緣分咩當重要？緣分。大家我講來有緣無分。真正係緣分，因為呢從誒細細嘅時間，我就發現到，我中意嘅人，我嘟嘟好中意，係非常難嘅事情。人看唔到。你下次那個信上面要寫請低頭。古時我要寫講，你好，我係150公分，看我嘅時間，我請我嘅條會大大哦。係因為真嘅，古時以前我家上就係暗戀啊，還是單戀，古時我發現一定會天時地利甲人和這樣做的。然後搶雙面欣賞。雙面欣賞嚟咯。雙面欣賞出來。咁啊，你接上要講到梁生英接上係有染冇分，然後梁生英搶做在做好朋友嘅事情咩？跟染分真正安難係冇？其實我知道有個重點啦，就係有心無啊，你就會講啊，哇，天下無難事就驚有心人啊。像我有個朋友啊，就因講，哎呦，我想我嚟交朋友哦，唔過大擺就很結果，我去出去啦，認識新嘅對象啦，吼，參加同道嘅活動啦，吼，或者就改變自家，結果其實難事啊，當然就對付下大天通啦，啊，因講要簽到朋友，啊，根本就冇行出去，冇行啊。你做嘅命路啊，擘開頭。交網友，就算喺命路最面還係要約出去啊，花時間才一件事情，但係永遠就知道講，哎呦講朋友懂麻煩，當然同同佢打咗一股，唔願意開時間幫人，你一個懂人就搞唔到，對，搶到嘛。有講像安尼應徵講到嘅時講，其實無法脫路，其實係乜嘅？無想要真正去脫路。你根本沒有想要用心去做，自家嘅問題啦。冇想要競爭自家，咁講台北市長啊，睇白咩就講到一句話，本太仔講到嚇，你話用英講，冇結婚只係國家嘅危機，冇結婚嘅因素係國家嘅危機，佢就講到呢句話，就講你下回台灣呢下，當當然唔結婚，當然想來做單身，想一想，好像也是對的，不過到底用辦幸福安樣嘅問題咧，小鳳知道那個當當然冇結婚係乜嘅問題咧？要扮演柯文哲咯。這是因為沒人來增加啊，這柯文哲是講唔錯。來，今日老太爺講，因為我知道吼，我觀察研究，我本意在建議。好。最當然拄到嘅吼，問題係職場嘅環境。係職場嘅環境，基本上吼係菜園，唔係花園。
乜嘅意思？意思就會你閃傻就有男朋友嘞，鼓手嘞，就冇發現。就算我有講咧發嘅啦，馬上就幫你執正。我嗌佢，哎呀，我懂快誒。你係上班係看菜啊？存咧起碼計你嘛，存咧係較尷尬嘅貨色，我就冇中意嘅貨色，我就要多拍唔係嘅貨色。就第一件冇愛說搶菜。這從個當件係動態嘅問題嘛。嗰種就是說係狗盤不可以出售，因為都被人家偷。最後嘅問題係嘛㗎？我邊個問題就離職，我幫一個反擊。冇啊，你要做底線啊！先寫來嘅係。單身過不中啊，過不中咪做發就買發花瓶。哎，花瓶嚟做得。唔過你想唔想啊？每到你個討人嘅對象來揾環境揾條路，會唔會向上當咧？因為也冇辦法，也最主要係當年就遊戲無邊嘅生活嘅高尚，咁啊去上班嘛，存到就係乜嘅？上班下班再見，盡復上網。我要上班下班盡復上網。那有可能我讀到新嘅課程嘛？你係冇改變嗬？你做慢啊，過一個時間以後，你就自走的去公園行去啦，去到這個扮美跳舞啦，去甩手啦。係真嘅。我安尼咧下讀咧26年嘅安尼嘅熱線，你嚟分享下做乜嘅？做票一行去嘅。冇啦。因為羅安橋呢？應該係知道講係老細妹啊，嘅種感情變下就較好啊，因為夫妻較多嘅細妹嘅朋友啊，唔過嗰種就變到係好朋友誒，啊就完全冇感覺啊，你沒辦法去突破。啊就變到講，啊就變到閨蜜嘅。其實點解呢？按照其他嘅細妹係好唔敢落去強下，因為都冇安全感。我是，其實我老豆你根本就係細妹嘅心嘛。有。之前鬧到佢迄人係姊妹，係真嘅，滿佢青島擺咧，非常嘅真嘅滿佢，誒，你係咪其實你中意誰來啊？你就講冇啊，別人順風嘅朋友就講，誒，佢係咪中意誰來？係因為佢可能一下係咩唔清楚啦，還在摸索是不是？還在那想啊，還在那感覺。前條給自家看重要啦。吳小姐是少見牌，吳小姐是少見牌。煙霧彈。唔係，不過家以前有講到青島嘅咧叫做魯蛇嘛，然後個交往之間啊，可以有想到喺老先老去了解做好朋友，行擺假使有機會，唔過。真嘅咁有機會，先做了朋友，會有機會嗎？跟你理解？嚟做真嘅愛看咧，因為有陣時有點可能就係講，你哋先做好朋友咧，可能你懂了解佢。唔過啊，係講你哋親密嘅時間冇向下，可能都結婚，哇！你真係是冇嚟一個當好嘅朋友咧。冇一好朋友真係一生年嘅事情咯，竟然就調擺嘅肥，已咩冇嘅啊，係咪？真嘅嘛，我講大家講真講到青島，你觀眾朋友們想一下嗬，你都嘅啲魯蛇的心裡面，都在記得都該想嘛，該有嘛該劇場，等下轉來做本大家看了，先了下。係當怎樣親密？你還記得去吃啊？愛還有親密一鋪，我知道係寂寞這個團隊啊，他愛親密一鋪嗬，親密一鋪就係你愛若隱若現嘅感覺。哎呦，等一下，給中文呢老大家講下，這隻詞非常多欲擒故縱。欲擒故縱，我了解你家哎，真的很了解。你看，共欲情，共也係中文型。若隱若現，喺前一班讀到鬼係嘛？歡迎大家多轉嚟後上台上嘅節目嗬，上一段節目你請大家分享下做嘛該會滷按球，攞嚟按球像糯米腔樣嘅顏色，唔過接下來請大家來分享，向下來看一下呢一條魯蛇嘅心肝度青島嘅劇場嗬，都係因為有呢一條劇場可能將會滷按球嗬，第一個係嘛嘅曖昧仲係本人抒情悲困，就唱喺唱歌嘅聽。曖昧總係本人抒情委屈。一天就會講啦，一天。係啦，我說曖昧啊，這種東西吼，真係是又愛又恨呐。你唔提供嘅隻期間，愛來結長也係結短嘅。上次吼跳短，人就會說講唔拉嘅這種感情嘅問題。上次來太長，又說哎呦。來太長期就你都帶愛進攻喎，係嚴差，你都做唔得見撩人又冇，然後你買咗嘢。有唔錯講法嘅啦。
为姜太公吼，吊者上钩。吊没有先见吼，像以前呢，身边按到什么朋友，不过。周青冇买到。从行做迄做枪嘅调嘅空样，原本上我就差一点会到手诶，比这去嘞。哎呀，真见吼，安尼什么朋友顺条又长安尼也可以穷容，安尼一直暧昧，一直暧昧，结果最后还是没成功。安尼性格的朋友冇认真。其實唔係愛啦，愛世界咧唔係當氣氛曖昧嘅人，啊想愛就愛，冇愛就冇愛啊，偷偷不要拉倒，偷偷幫幫按久啦。唔過我知道有一個重點，當然你就知道講曖昧懂等一下，懂浪漫，就是有一種灰色地帶的唯美感，而且還可以不用一對一。啊，冇錯。有兩傻係朋友啊！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同一個細佬嘅朋友曖昧懂久哦，差唔多有1年多嘅時間。啊，中間咧佢就同我講，佢懂喜歡一個細佬啊，啊就問佢啊，佢同表白冇啊？佢講一次就冇呢，當然就會打電話哦，雖然唔係日日見面啦，偷偷幫幫差唔多1年半嘅時間。用久誒。細佬妹拄唔掉1年半，嘿，細佬妹拄唔掉咧，就問佢細佬講。誒，你用啥都帶一下係乜嘅關係啊？所以嚟講，啊，做係朋友啊。就說過，誒，同愛了解見識。古時候其實嚟做曖昧，我有一個停損點。那個3年、6年哦，我可能7個幾年。可能哦，該誰來曾經對個誰麼係有想法啦？不過咧，該真的只是備胎，他有好幾個。該誰來哈？佢要1年半的時間，全部都會吃貨。應該做吃暗酒，係吃到就落嚟，吃到後來冇應該朋友啦。哎呦！不過聽醫生講到，像係人老人曖昧嘅人，真嘅性關度，真嘅有暗快係冇？有暗快效冇？係。其實啊，曖昧大部分做得成立曖昧兩件事情，一天互相有好感嘛。成立曖昧要去立案啊！要立案的是嗎？做得經常都曖昧了再結團，就會講，你2-3年互相有對好感，唔講還忙到帶強下，佢就有兩種情況嘅發生嘅，像第一。就係像認真跟他講到嘅，2-3年相愛老你曖昧，因為佢有對中意你，唔講嘅曖昧久就有對反應講，你係真係中意我冇？真係所以老愛帶強下冇？後來結果2-3年就冇一老你帶強下咧，就打上7個嘅時間，結果曖昧情久你就非常中意佢嘛，就會非常嘅艱苦。第一種情況就係機械間按用嘅，有啲會細爛呀，係非常嘅唔敢注通啊、排泄啊，非常嘅遲鈍啊，像梳頭啊，你已經暗示佢千頭百，但千頭嘅球過去，都變成足球場了，很猛、很低，很勇敢。你睇下專門打排球嘅啊，溜到球嘅送轉就因為便宜下啦哦，因為可能就曖昧到，因為對方唔啲，可能。壓榨時間，7年就會進攻嘞。真緊，就要也要自己要主動，要自己踢球。給你家來分享下，你係從曖昧到後面，咁有可能發展到變做戀情。我真見到曖昧後討回個公道。我要幾任的男朋友吼，我都會曖昧1年啦，1年以上真強下咧，也就係時間去抗壓唔。你係人生大送青島時間。冇，我老太單身6年。即係就算太強下咧，還遠距離咧。其實呢，佢6年都係曖昧。冇幾條嘢冇啦，冇我都聽人講，一曖昧可能真嘅冇做大概啦，大概係看一曖昧經營嗬，老人係唔係要真嘅要合冇，唔掂冇，即係要專心老人曖昧冇，用嘅曖昧啊，一戀情成功一般嘅好冇，唔過其實你中意啊，我說嘢冇做大概來啊，冇做安泰，係唔係？因為大追嗰幾時間，你就底下講幾馬曬人啊，老太太，你做得就看唔出來。你做得前面姊妹老有老廿歲都係向下曖昧，其實唔係真嘅愛你，係條尾就冇滿到你咧，按怎樣係唔懂怎樣親密，你還寂寞去吃啊？愛係要親密一鋪，我一個團隊呢，這個團隊啊，愛親密一鋪嗬，親密一鋪就係你愛若隱若現嘅感覺，若隱若現，等一下，給中文呢老太家講下，給隻詞非常多欲擒故縱。你真的很了解我。公演係中文形若隱若現，喺青年班讀到鬼係嘛？在哪裡？係那種話按用啊，冇啦，有抱琵琶半遮面啊。係，因為你像比方講 A 到 B 後，佢係曖昧，一 A 後，你就會講呢個時間唔好插 B。
比出来知道奇怪，因为无唱爱吼，哎，根本个情技好咧，伊就出可能做得强下咯，因为出做得也暧昧啊，那个情感有连起来啊。哦，有题嘛？欲擒故纵的感觉。原来是民间高手底下面。民间高手在民间。不是其实暧昧，我人家老太太真厉害，暧昧真挺爱分清楚的呀，爱转型别暧昧啊，莫主打开来，唔好冇时间抗样就放弃，哎，你真紧搞冇多啊。跟你去甲知道，要记久的时间，真紧要1年拉嘛，1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够，365天差唔多。哎，你冇講討論呀，佢咪嘅 L 盤啊，知道咁好，非常唔好嘅 L 盤，愛買到最尾咪計都得唔到嗬。建議咧，老太家看嚟分享係咪嘅愛變張飛樣，為到愛出向前行。講到了吼，我就想到嘅，哎，像小鳳係咪嘅大叔嘛？像大叔，哎，你太家有看過一部劇叫《大叔的愛》嗎？哦，Sounds Love。哎，有給日本劇睇過啊，就是那個大叔啊，他就很有那個少女的感覺。所以唔是為到愛就係咪出向前行？唔會安尼嘛？嗰大叔的少女心還是冇根本就冇想要去了解啦。不過基本上啊，我看嗰貓草係咪少女嘅用嘅啦。哦，愛養嘅嘛。嗰點來講較創業。Hello，你係充電係嘛？你嘅白劇人知道為到愛。真紧做唔得，因为我感觉吼，人生很有限制啦，然后你又不是说你想活到几岁就活到几岁，所以吼，你有一定会起到咧刹停的停损点，做唔得变多大哦。跟你老認真動上槍咧，要有停損點。嘿，要投資報酬率要算嘅，嘿，機會成本。安利好經濟好嘅。好。對方自己摸落一田的時間用解散，真緊摸落一田吼。啊，就直接放生啦，因為放生啊！你看吼，你挑你咧動作嘅愛情，你挑你動作嘅撒網，結果咧完全一場空，你得到最尾得到貴性係全係傷，都是傷，一身傷，有傷得不償失。不是痛病啦，我提講吼，被愛是幸福的，愛人是辛苦的。共引發咧，共引發。總算共引發，應該大叔咪係共引發嗬。來看下 T30，對方冇回應，天窗係捱唔拉河。一件就係講，就係對講愛啦。我感到呀，我要散然後，算係以身高來講，所以他愛誰嘅誰來嘅。基本上我哋講朋友啊，就很難俾對方有一種安全感。你講大劍唔一樣，沒啦，冇辦法俾佢安全感嘛。很多嗰種阿姊吼，就唔會看按用嘅按，就基本看他上手嘅誰來，從那大叔型嘅，係基本看按用按優質嘅誰來。優質還是幼稚啊？優質，他優質誰來啊？後來破掉啦。基本上我就可能會這樣慢慢的就淡化了啦。冇關係，順條阿伯做嘅本人一定會建議。意見係，有時間讓阿伯較親愛。開始同意。講到你心情嘅地方，你個小鳳爸就懂得故事嚟講啦。講到有心情嘛，將自己是一張股票嘅概念。像我人講，細單人吼，一定要有痴心，冇去本人看衰冇。你嘛，像基本嘢叫係無愛愛，佢係技術佢啊。基本嘢盲成講，本講係隻自由股啊。基本雖然講盲起價，你係佢就愛是就不得了。佢冇買到，佢是技術佢，點啊？小鳳講佢嘛個係自由股，佢哋係嘛個跌停板，拜託萬愛買。來看最尾，一定要告白嗎？真叫愛告白嗎？冇停錯。有一擺哦，我太好嘅書姐哦，嗰係我提這擺見嘅名友網友，我提這擺看到佢哦，之前現在就有在網絡上聊過啦，咁我提這擺見面，親身來見面，哎呦，看到佢哦，老相片強讓電影笑哦，然後其實老人講，白欠，我看到你哦，我是當時我讓你帶強下呢。然後結果呢，我們就這樣大強下超過1年嘞。你拄到一個動畫人物嘛？你講話真嘅冇愛用聽講話自追走嘅。哦，真嘅，阿自然知道杜東人聽出愛高配張做在強下嘛。我講個高配兩件事情，青島人都會講講一定會寫來高配，就會講講寫乜去高配有啲。你愛寫來高配啊？好，有啲唱出價，有啲唱調絲嘅，唔講你哪愛我贏你。好，謝謝。伊個經理就會講，以前我中意到一隻寫來，你愛買清酒的哦。後來我就想，真正唱酒的我就留給高配咧。哦。後來呢？高配是告別。高拍。
有得跳用鸭嚟解衰咯，田光州嚟講，田光州嚟講法。阿母條講嘅啦，有得跳慢嘞。我覺得你們兩個不在一起也好。真嘅。後來我就非常後悔，嗰種嚟講，我其實細妹啊，有啲寫咩做的高拍，真嘅冇一種高片。真件所以講嘅執行嘅特機會吼，因為觀眾朋友們想下頭擺，真件要見呢個掠到嘅劇情嘛，了解改題。下一段節目真嚟真件做本大家看，呢度嘅教人嘅知識還有技巧有問題咧，等下再嚟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了。你說那東西想想看嘅東好是呢，帶眼去之後嘛，佢就好，因為太可愛了。這個是誰嘛？不點的嘛？要是編這個上音邊變好，還有這個目標，我分幾千，我15，從人就提講哦，我出去出去一定係去零咖啡啊，食蛋糕啊，完美行程嘛。嘿，從人就約你去啥？文青行程，文青行程。歡迎大家多多嚟後上睇上個嘅節目現場哦，家下請大家分享嘅呢條嘅魯沙新聞度上嘅呢條細劇場，唔過見講嘅無效，呢下誒請大家來示範，伴大家聽下來監聽佢條嘅脫魯嘅技巧。來考核一下。韓國呢個。用黑毛花呢件來示範度多嘅細阿妹嘅時間用格式，就注意到嘅。我嗰時要女團表演啊，先從這萬東演唱來 V 歌來。我員工啊，跟看到拍嘅人都拍晒，看到舞人都舞晒。員工唐山出老虎，台灣出禿沙，台灣有5個禿沙，分子從就面啦，鬼後發骨沙，炸 A 節，今日拿2條沙果來上咬，咬水拿來吃，咬。請問家家細阿姊啊？我老藝坤也出戲冇。唔講係動講沙果嘅，我哋要做乜嘅呢？沒啦，我意思講吼，出去有搶去好相關啦，那再做好朋友啦，好冇？你再去，沙果啦吼！馬上會傳到吼，真係真情都唔掉啊！本身有做一些慈善事。韓國，你都表演嘅戲之後，什麼目的會做乜嘅呢？你要圍在我身邊撒狗啊！單身幾多年啦？26年。也就點乜嘅原因？剛好給理解有講到，你講到愛，你就講你沒講到愛，你講到愛，你就後來會追女生。會出大英語咧，真嘅。嗰種你知道那種沙果咧，叫什麼語？你這個新聞都在用版上。你是什麼樣的心理想要表演這個？沒啦，一些兄公想要這種搞笑啊，或者走一個幽默的路線。我想咬字。嘿，有兄公鬼嘢成法比較有樂趣嘛。兄公還沒有機會叫味道。你要緊緊走，唔得。你聽起來見到什麼一個細節吼，你這樣一這樣哦，就變朋友了。真的，冇相關啦，有唔同朋友，唔過咧哦，表演嘅創傷哈，我也可以找他。年輕叫做哈狗啊。假設呢電視機挑戰呢，觀眾朋友，假設你要做乜嘅會啊，要做乜嘅活動哦，做在聽人的意見哈。可是呢，不要再表演抓舌，我不喜歡。給自己來真正嘅歌數來咧。為他之前呢，其實其他有講到從這樣幽默係非常重要嘅。幽默，唔過其他幽都唔對於那邊去咧啊。幽都變幽靈嘅。從後嚟看，其實細妹兒她唔中意愛用嘅方法啦。帶上下了後，吳小姐可以看一下哈。唔過我哋感覺引導你一開始啊，一天係會打嘴鼓嘛，打嘴鼓係基本嘅，再過來就會示範。係冇？其實細妹兒咪做嚟主通條嘅，你下嘅面路非常嘅時下，就青島嘅相片啊，用到你就會拍個相片啊，不用送去啊。可能我看到佢，個相片當好事嘅相片就講，你送去代表嘅意大利面嘅相片啊，佢意大利面看起來當好事呢。然後喺裝魚吧，佢就會講，跟我等意思好冇？係唔係就順勢就有約會咧？係冇？再過來，那係你浪漫條乜嘅啥個音樂會做定冇？我就講，
我有多一种音乐费嘅票呢？做啲跳舞去看冇，因为我係講多一種，故所其中未感覺有壓力。唔講嘅音樂費嘅你咧，可能係下演嘅，其中感覺講，佢跳藝戲，可能佢對我有啲意思哦，佢藝咩做啲跳佢出去哦，故所同行佢可能就會跳出去咧。哦，故所以前約下演一些咧，嘅嘢。唔過咧，你唔話佢any朋友之間咪會約啊？係啊，用完不用感情落去。你咪會用愛啊？你會用嘅木珠。他一直放電。哎呀，從你嘅可能，人家說眼睛是什麼？靈魂之窗。故所你嘅可能一個，唔使買東西，天天看日東好是呢，帶我去時候冇，你就因為太可愛了。那個是誰嘛？不點的黑嘛？其實已經會自己嘅上映啦，誰來會讀音調啊？蠢心是要用感情。但是編這個上映片，等我等一出戲。講到。馬上嚇到。呀，沒有好戲啊！有啲是什麼人暗示你啊？你會夾到好冇？就有啲是樂意嘅事，嘅異動態。唔過可能什麼人就會講，嘅你愛夾一記仔，還係兩記仔啊？你就說，他給你機會了，係嗎？你要說什麼？我用外套一起遮。你係到一撒開機，沒一撒開沒他吃眼咩？你就本你幾飛咧，你就說講，你卡一記仔，因為基本你你兩啥，他全得位，他願意跟你撐一支傘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佢有啲標這時候手就可以上去了，對不對？手一搭上來，哦，所以佢習慣就卜卜標咧。呢啲方法係用啲韓盲帶強下嘅時間，曖昧嘅時間，曖昧。淋到雨才是浪漫呐。而且，那你們就又去游泳就好了。韓國唱游，現在你中美拍模，他把它全部都這樣拿過來，SM 與鴉片全部撕開，中美就是這樣，用歐來用。太高了，現在他這邊全部撕掉，就哎呀，我點咧，真勁哦！唔過真勁哦，你基本猜場要簽到嘅武林高手，大家就熬研，這個太研究高數嘛，嘅你講咩先來分享，用辦去約到自己有中意嘅人咧。其實我一開始我觀察佢中意乜嘅事情，比方講佢好看音樂會啊，好看乜嘅，其實就攞佢強用。我知道最重要嘅，你要用懂吃年嘅方式。非常之年方式用辦咧，比如講你要攞佢先做朋友啊，唔可以開始就講我當初動中意啊，家家喐動嘢感覺做唔得，我攞佢先尊重按樣吃年嘅朋友，按樣真有機會攞佢約出來啊，係冇？不過假使冇安尼，你去吃到董永儀式牌。係董永儀式牌。OK，白卡能取到咧。其實我你家嘅放學就要搶哈，其實做功課一定要做足。冇錯。因為看佢希望買個動詞啊，比如講假使愛動種子嘅理解哈，你理解動好些意大利麵啊，動好些嘛日本嘅料理啊，這樣子都有基本認識嚟前提之下哈，我就時常在公開嘅平台，譬如講 FB 啊，也係 IG 啊，或者條啲可能會感興趣嘅東西，按用在什麼是會主動啊、密年啊、留念啊，再進一步的距離，就可以找到共同興趣。對吧？假使你想來手機共下出去聊嘅時間，你會怎麼安排？有冇去殺嘅？哇！出去了哦，絕對吼做唔得單獨出去，因為單獨出去因為嚇到機啊，你係嘛個意思？我冇喜歡你啊，你怎麼讓我單獨出去啊？所以應該最好的奉獻是老好朋友，老好朋友，而且這個好朋友佢係有意義嘅哦，它一定是你的樁腳。因為先撈去講，因為做 Q，舉做嘅機會不一，其實哈，這個是一個機關算盡的一個其實應該係個可以留幾些每人朋友嗬，先做好來。最主要我有樁腳，係講講你安排按照最後規劃。樁腳得到，前幾日殺嘅，講到咧殺嘅嗬，你順頭嘅咧汪小鳳佢注意會殺嘅。設計師嘅。二條講唔係設計師，設計師做功課嘛，最主要就係講，要做功課嘅目的就係講，我了解下西方人好乜嘅東西嘛。因為佢就算講對二兩人冇興趣，唔過對唔做嘅功課有興趣。比如翻嚟講，唔好旅遊，我係請唔去旅遊展。雖然講對我冇興趣，唔過你對一展覽而當有興趣啊。
就是講原本無想要答應咧，不過想旅遊站啊有興趣哦。你出來要養一班啊。最重要係乜嘢啦？做功課嘛，營銷設計哈，還有設計目標，我分幾千，我15。從人就提講哦，我出去出去一定係去林家比啊，哦食蛋糕啊，完美行程嘛。嘿，從人就約去去啥？文青行程，文青行程。靠身來較好去啥？厲害！歡迎好嘛，繼續。本嚟較多嘅地方，本嚟來捧。啊，其實天數造謠。咩嚟啲人講誒，你驗證，將來們驗證用辦去集群就中意嘅，用辦去。其實有一個重點啦，我之後睇起來就講到同好，啊，看麥嘅對方嘅 Facebook 啦，看佢嘅 Instagram 啦，看佢平常時間氣氛麥嘅，不過有一個重點吼，就是不可以自己做獨角戲啦。像之前啊，有一個朋友吼，佢想要集群來啊，佢應問我問題，不過其實我對佢唔係獨有意思，佢應問我嘅就是之後肥大啲啊，我都係想講，佢係唔係記者一同係出嘅，就是那個專題報道那樣的哦，問太細節。身家調查，身家調查。我想說他是 FBI，就是將人嘅簡歷基本給。謝謝再聯絡，哎呦，真係冇了解。嗰時候其實啦，你大咗一個，就有答有對。我講唔講，哦，按你，你怎麼 Q 下講啊？怎麼生氣啊？我冇去咁樣做獨角戲。根本都冇答冇對。係真嘅。你最尾好伴你家來分享假使日本嘅狀況係點都變，你想要聲音來接。告訴，哎呀，太假了。愛用就愛用，最喜歡吊人胃口。想你跟顏值的吸引人法則，你愛去傾點讚嘛 ，Facebook 傾讚啊，幫你注意到啊。那個行會下嘅哈，應該蠻下的，想唔到哈，還有一則秘密，大家來看好來咯，收視率會衝高。限動你綜藝給誰來哈？哎，有密他，哎，你最近還好嗎？你就講，哎，你黑嗎？啊，我密錯了，哎，佢是嚟大追顧咯。我說冇聽說你們可能有 Q 他嘅幾飛咯。我想說我密錯了，哦，不認識，封鎖。沒有啦，密錯哦是啊，我密，然後最近可能就會開展戀情了。嘿，最近我知道你家啲鋪最近頭擺大家都冇想過最近動工呢。不過我相信哦，今日大家分享到按到嘅脫魯嘅技巧，最重要嘅我們的學員，最重要的學員係馬上資深魯蛇陳奕璇，有好多，東亞嘅神法度哈，就是你可以增加你的生活情趣哈，而記得咯，不要以後再這樣了，好不好？哦，一定要其他什麼嘅？唔係，人家唔朋友好冇？人家觀眾朋友們想一下，你講到係單身不是罪，唔過今日假使你跟緣分來嘅時間，好好啦，給爸爸，我記得。下禮拜同嘅時間，我哋繼續嚟收看《香港太上宮》，要發太假多，上來了，拜拜，上來了，將來聊聊聊，上來聊聊聊，上來了，上來了，希望感謝。